2014年3月8日，一架馬來西亞航空嘅航班由吉隆坡起飛，但從未到達北京。即使而家世界仍然冇清楚答案，講飛機去了邊？喺呢一集奇妙事實中，我哋會探討呢幾年發現咗啲咩？差唔多11年前，2014年3月8日，馬來西亞航空 MH370 航班計劃由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飛往中國首都北京。機上有2名飛行員、10名機艙乘務員同227名乘客，其中大部分係中國國民。2名飛行員都好有經驗，尤其係53歲嘅機長扎哈里·艾哈邁德·沙亞，有33年飛行經驗。27歲嘅副機師法里克·亞卜杜勒·哈米德被認為係有7年飛行經驗嘅初級飛行員。至於飛機本身，佢係一架11年嘅波音777，冇報告機械故障，亦冇出現任何電氣故障。重點係呢只係馬來西亞同中國之間嘅例行航班，每日由馬來西亞飛往中國或相反方向的正常5小時34分鐘航程。但呢日呢班航班起飛絕非平常，呢唔單止係唔尋常，佢係特別嘅。MH370 航班原本應該只飛5小時34分鐘，但起飛前加咗好多燃料，遠超需要，足夠喺空中飛7小時41分鐘，呢多咗額外2小時15分鐘飛行時間。不過呢唔可以係常見嘅航空做法，萬一天氣惡劣或有緊急情況，如果需要，飛機仍有足夠燃料改到其他地方。MH370 航班喺2014年3月8日凌晨12點42分準時從吉隆坡起飛。扎哈里機長喺起飛前後直接同吉隆坡空中交通管制聯絡，離開跑道之後唔耐，飛機改變航向，飛向南中國海。朝早1點09分，飛行正好進行20分鐘時，機上應答器向吉隆坡雷達系統傳送咗飛機嘅 GPS 位置，嗰個係應答器嘅內建功能。佢會定期自動將飛機嘅位置更新到最近嘅雷達。到目前為止，一切運行順利。朝早1點19分，就喺10分鐘之後，MH370 開始由馬來西亞領空過渡到越南領空。嗰陣時，吉隆坡空中交通管制最後一次同扎哈里機長通話。由嗰陣起，預計 MH370 會同越南胡志明市控制塔聯絡。扎哈里機長確認咗交接並回應咗晚安 MH370。扎哈里機長同塔台都冇意識到，佢嘅晚安會係 MH370 航班最後一次聽到嘅說話。到嗰陣，飛機已經飛咗37分鐘。通常情況下，航班會由一個主要機場區同空中交通管制保持聯繫，一直到達目的地。今次都本應該係咁，但係到而家為止睇落正常嘅情況即將出現奇怪轉折。凌晨1點21分嗰條最後訊息後3分鐘。MH370 就從雷達上消失咗，佢喺吉隆坡同胡志明市嘅追蹤系統都消失咗，吉隆坡塔台冇見到任何異常。佢哋相信 MH370 淨係進入咗越南領空，所以當飛機從雷達消失時，好似好平常。但當胡志明塔都喺雷達上揾唔到 MH370 時，佢哋覺得有問題，佢哋即刻試圖用無線電聯絡機長確認一切是否正常，但冇回應。接下來18分鐘，胡志明塔一直嘗試聯絡 MH370，但機長仍然冇回應。於是佢哋聯絡咗吉隆坡塔，並報告發生嘅事情。喺呢種情況下，規定係應該喺1小時內通知救援中心，但吉隆坡塔等咗整整4個鐘頭先通知航空救援協調中心。到嗰陣，寶貴時間已經浪費咗。當時係朝早6點15分。MH370 當時應該已經降落喺北京，仍然有人希望飛機可以準時到達北京，但嗰度亦冇好消息傳來。朝早6點32分，搜尋行動喺飛機消失嘅地方展開，7個國家派出咗34艘船同28架飛機，喺泰國灣同南中國海附近進行搜索，但不幸嘅係，飛機一啲蹤跡都冇揾到。呢個時候，成個世界已經意識到呢場悲劇。新聞頻道、網站同社交媒體都專注喺同一個故事。MH370 航班，來自多個國家嘅調查小組亦加入咗搜尋行動。冇人可以完全接受飛機就咁從所有雷達消失呢個事實。即使佢墜入海中，咁大嘅飛機都肯定會留下一啲漂浮喺水面嘅殘骸。搜救工作連續進行咗4日。
但可惜冇任何方向傳來正面消息。跟住喺第4日，一條新聞令成個搜救隊都唔敢相信。2014年3月8日凌晨1點21分，MH370航班從雷達消失時，佢只係喺民用追蹤系統消失。馬來西亞軍用雷達實際上又追蹤咗飛機1個鐘頭，而佢記錄到嘅情況出乎意料。啱啱離開民用雷達後，飛機繼續飛行咗幾分鐘，之後掉頭返馬來西亞。大約31分鐘後，佢飛過檳城，之後佢改變方向，飛向馬六甲海峽。MH370 最後一次喺軍用雷達上被看到係凌晨2點22分，喺印度洋上空。之後飛機從民用同軍用雷達完全消失，整個救援隊同所有同呢班航班有關嘅人都集中喺一個目標，解開飛機發生咩事同飛機去咗邊嘅謎團。但最大嘅問題仍然存在，點解飛機突然掉頭朝完全相反北京方向飛？最初搜尋泰國灣同南海嘅搜救隊，而家將注意力轉向印度洋呢一部分。但令人驚訝嘅係，嗰度都冇發現飛機任何痕跡。幾日後，另一條新聞出現，佢完全改變咗局勢。據透露，即使飛機喺凌晨2點22分從軍用雷達消失，佢仍然同衛星通訊。而家你應該知道嘅係，對於波音飛機呢個完全正常。如果飛機主要通訊系統失效，佢會自動嘗試連接衛星。喺呢種情況下，飛機自動向一顆叫 Inmarsat 嘅衛星發送信號。嗰個衛星距離35000公里，佢每小時都會咁做一次。專家利用嗰個衛星儲存嘅數據做咗複雜計算，最終揭示咗 MH370 嘅最後行蹤。結果顯示，馬來西亞飛機喺從軍事雷達消失之後再次改變航向。接下來嘅5個鐘頭裏，佢喺印度洋上沿住同一方向飛行。朝早8點19分，飛機嘗試最後一次同衛星連接，嗰個係 MH370 收到嘅最後一個信號。之後，飛機再冇同任何衛星聯繫，而且再冇出現喺任何雷達上。呢個意味住，當搜救隊最初嘗試揾飛機時，佢仍然喺飛，但離佢哋揾嘅地方好遠。專家同調查人員認為，飛機到達印度洋呢個彎曲海域之後，與衛星失去聯繫，大約喺澳大利亞西面2000公里，即係話飛機由吉隆坡起飛後用咗8個鐘頭先到嗰個位置，而 MH370 嘅燃料只夠支持咁長時間嘅飛行，所以人哋相信飛機係喺嗰片彎曲海域因燃料耗盡而墜落。呢片彎曲嘅海域面積好大，甚至比成個印度仲大。就係喺呢度深海搜救行動開始，揾到 MH370 至關重要，因為如果飛機或者黑匣子都揾唔到，我哋永遠唔知墜機前機上發生咗咩事。而呢次搜救唔係短期行動，佢持續咗好多年，但至今飛機嘅蹤跡仍未被發現。3年後，喺投入超過1億6千萬美元後，深海搜救行動正式結束。喺行動中冇發現任何殘骸，但喺2015年，即係 MH370 失蹤1年後，有咗突破性進展。飛機右翼嘅一個襟副翼飄到咗留尼旺島海岸，呢個特定部件喺着陸時使用。當調查人員分析佢時，一個可怕的真相浮現。專家得出結論，呢個襟副翼喺墜機時冇展開，呢意味住飛機好可能直接撞入海中。喺接下來幾年，更多飛機殘骸喺非洲海岸被發現，但直到今日，飛機本身或機上乘客嘅蹤跡仍然冇發現。冇人真正知道喺馬來西亞航空嘅 MH370 航班失蹤前究竟發生咗咩事。一啲調查人員相信呢架飛機被劫持咗，有人認為技術故障導致飛機同外界失去聯繫。由於缺氧，機上好多人才可能失去意識。真正嘅真相，無論如何，只可以透過飛機黑盒內嘅錄音揭示，而黑盒至今仍喺印度洋某處下落不明。MH370 消失8年之後，2022年2月，一股新的希望之潮浮現。英國航天工程師理查德·戈弗雷現已退休，提出咗一個新理論。佢聲稱透過分析微弱嘅信號傳輸，佢已經確定咗飛機嘅精確位置。令人驚訝嘅係，理查德提供嘅坐標亦位於印度洋同一灣區區域內。理查德相信，失蹤嘅馬來西亞航空航班仍然位於該地點水面下4000米。嗰個係與泰坦尼克號殘骸最終被找到時相同嘅深度，花咗74年。
而家淨係時間先可以揭示馬來西亞當局會幾認真對待呢位退休工程師嘅發現，以及佢哋是否會喺該地點展開全新嘅搜索行動。希望你覺得今日嘅影片有趣同愉快，喺下方評論區話我哋知你嘅諗法。如果你鍾意呢個影片，請點讚並分享俾其他人，同埋唔好忘記訂閱以獲取更多精彩內容。多謝收睇。